寮学堂创办人陈玉彩讲到火灾，人就艰苦。照顾蚵仔寮地区老大人囡仔的学堂，进前因为电线烧泡电导火，甲厝内底桌椅啊全部烧坏，若想到就流目屎。我卡起我直直带讲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代志？来到这的时阵，看到安尼种情形，感觉心足痛。发生火烧厝时，家在内底无人，毋过内底设备，毋管是电脑或者是电风，拢全部红烧到黑密码。那整理的经费是一个大问题，电风嘛无卡手，会当斗相共整理。一寡电脑若啥物拢有法烧啊，拢变做拢一万安尼。陈玉彩讲，希望社会各界会当斗相共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互蚵仔寮学堂会当赶紧恢复营运，互因通继续照顾地方的是大人和囡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